各位觀眾大家好，好好運動嘅時間內，我係謝諾夫先生。今日教大家保健嘅運動係都是，我哋師傅腳大嘅運動，請大家向下快樂來學哦。首先，我哋都是同我哋數，然後我哋都是胖當方強強嘅。轉眼看你，轉眼看你，也咧動作慢慢地由細轉到大嘅地方，順勢轉眼看你，眼定我哋都是，也咧改善我哋都是本身嘅手法哦，揾一特殊眼定，揾另外一片哦，輕鬆嘅轉眼看你。做下親好，轉眼看你運動我哋都是平常嘅時候運動到哦，也咧睇看電視，我哋休息下先坐定企定，接着做下咧都是嘅運動，兩片向下做，穩數眼定，慢慢地轉哦，轉另外一邊哦，轉個態啊，本都是手風來幫助我哋手法，穩數，轉眼看你，慢慢地做，來眼定，轉眼看你，穩數，轉另外一片，改善我哋都市嘅問題，嘅輕鬆。年啊，本都是慢慢地變溫柔，有感覺安尼個爽快冇？溫數哦，真好，大家做真好哦。再來溫數，轉眼看你，轉眼落下來，幫我哋鼻，幫我哋肚臍走上來。早晨來做下運動嘛，真好哦。還有我哋吃飽飯，來看電視，過會半點鐘來，幫助我哋消化，真好。也肚臍嘅運動。再來我哋同樣嘅數，變下睇我哋後面，變下拳頭，我哋同自家師傅哋捶啊，記得捶後面，我哋師傅哋肉最多，太力唔怕，太力捶，因為我哋有時下坐個腳，我哋神經壓定嘅冇爽快。所以有時看電視，看到一半，我哋放來做下啲運動，數要停動哦。師傅你要提標上來哦，冇事，我哋嗲坐看電視，坐個久，你不順緣哦，真好，都是做我哋最牛嘅師傅你哦，再來我哋試得來撲我哋個壁，腳慢慢地鼓落來哦，腳我哋慢慢地鼓落來，不用太來，同我哋肩頭前面，打，慢悠悠咧，肩頭撲啊，向上來，
哦，香米嘛係撲撲啊，哦，還有一啲些。等空愛下再嚟一拜哦，啊，對我哋有前面些刀哈，輕輕的打肚絲旁，輕輕的，哦，輕輕的哦，哦，小米2片，哦，要剛剛你個爽快哈，自家運動，保健身體，哦，我哋對師傅的慢慢的打到前面都是，啊。慢慢地來哦，就可以咕落來，打我的腳，小米用輕鬆，搖骨，搖骨嘅重要哦，我哋打一下身體，用真來，師傅再打一擺。有時候我哋是得用手嘅打，又唔係用手嘅，用匕首來，動作越來越大，用輕鬆哦。有時候我哋鼓要記得兩個腳要打開來，嗱唔會掹到哦。戳戳啊！有啲輕鬆腰，腰骨彎落來，有啲腳硬硬啊，再來一擺哦，都是轉眼拳，不用門手來哦。慢慢地不用輕鬆，輕好，按你的錯，溫數轉過來，轉過來，運動按呢都是，沒有匕首來哦，按左邊看頭，對後面開始捶啊。捶來，慢慢地鼓落來哦。前面嘛是得咯，按你數腳仲有運動到哦。幾個人嘅手空來，慢慢地又是流汗。按你的最好的保健的方式，保健的運動。尤其師傅哋所叫嘅旋轉、腰骨旋轉，即個對即個較好，慢慢地打，都是嘛是得咯，強，再來鼓落來。戳啊，前頭，訓練兩隻腳，也輕鬆腰哦，手臂少少來哦，輕好，好，再來做一擺。對都是強的運動，想講自家輕鬆快，遇到自家健康來運動哦，唔是求別人自家都要做的哦，溫數，做下輕好，按你的錯，都是。眼看你個態勢，
本數。安尼錯，真好，做一個好再來變拳頭，師傅的肚子讓你做肚子，安尼腰骨腳。讓你都真好嘅運動，傻傻左邊右邊轉眼給你，這本書轉眼給你，再來變拳頭，同安尼師傅哋打呀，還有安尼腳打。後面安尼是得戳從安尼腳肚臍從變小來，基本日安尼對肚臍做到腳，安尼運動，好不會冇？好運動，這腦部先生安尼，下一擺強下來了